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捷运信义线向东边搁延长的工程，讲这段是上困难的路线，年底就会完工，明年就会当来通车。台北市长周万安今仔日专工去参加到动态测试的工程，嘛再度甲中央来话话，讲这项工程行政院减骗将近60亿，希望中央唔通为着对抗甲压制地方，无顾着民生甲地方的基础建设。也毋过行政院嘛已经讲几啊届咯，讲台北市明年的统筹分配款增加450亿，啊，这个中央和台北市的经费更加是高达1317亿。新市市是捷运公主洪天宫站台北市长周万安看起来真满意，因为这个工程的进度已经到87%，估计年底会当完工，明年头一季就会当顺利通车。第一，它要向下挖深30公尺；第二，这个车站的站体规模是高运量标准站的2倍；第三，在整个施作开发过程遇到的是非常复杂的地质。7月份开始动态测试，周万安冒起坐，即马接近完工，预算煞出现问题。台北市捷运局统计，万代线第1期、信义线东延段、环状线南北环甲东环段，交通部列82亿5千万，行政院准的是22亿6千万。总共是减便差不多59亿8千多万，以这个减便7%5的比例来算，未来捷运甚至东湖线、佳人捷运可能嘛受到影响。6个计划10年的经费恐惊会欠650亿。行政院和交通部对于给予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的数字都不拢，我希望中央不要只为了对抗和压制地方，而一再罔顾民生跟地方的基础建设。北市的自有财源呢，在明年足以支应北市的税出，还会多出261亿元。所以我说呢，蒋万安市长呢是装穷贵公子。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嘛表示讲，台北市明年统筹的分配税款增加超过450亿，中央政府和台北市政府的经费有1317亿，比今年增加275亿。虽然讲推动地方建设是中央地方的共识，不过在原表那规划现阶段议员意见无啥会合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